上海市的副市长花园张辉带团来到台湾，要参加今仔日伫咧金华酒店举行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。上海代表团一日落飞行机，就拄到独派团体抗议，呼吁都要停班。了花园去参访公主破坏园区。那今仔日台北市府主办的暗顿的欢迎会，会伫咧圆山饭店来举行。 双城论坛今日要举行，上海副市长花园一群人昨来到台湾，不过连续拄到独派团体抗议，行动人士也不满伫电控区头前大声骂。为什么要捣蛋？好啊！为什么要捣蛋？花园讲完了，就开始伫台湾的第一日行程，参访公主破坏园区。昨暗台北市政府也伫咧圆山饭店开28道涉嫌款待上海团。双城你我负重前行。 避免政治敏感议题，蒋万安伫咧致辞时阵，重点放伫咧音乐文化这款软性的领域，包括最近讨论度正悬的周杰伦演唱会，也有琼瑶的作品《还珠格格》。琼瑶女士在自传中也提到，战争代表的就是流浪与苦难，这些都提醒我们交流与和平的重要。 上海副市长花园致辞时阵讲，双城论坛自2010年开始连续办14届，会让照期举行，也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好代志。亲戚越走越亲，朋友越走越近。多年来啊，在双城论坛的引领下，两市的交往日益密切。 外界认为双方的致辞拢正低调、正控制，甚至受到陆委会提醒。台北市政府发言人文伟安尼讲：，它的定位就是城市与城市，好，所以我们只要定位的清楚，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克制的问题。 陆委会强调，政府也从来无对各界人士查水表。上海市代办主任金梅无法度来台湾，是因为上海代办古早甲陆委会或者是海基会沟通。因若今仔日进行的双城论坛，上海甲台北双方将会签2项关乎智慧医疗甲动物园保育交流相关的合作备忘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